每年學校處理課外活動，平均要使成萬個工作小時，製作通告、統計報名、記錄收費、準備點名紙，每樣嘢對老師嚟講都係好沉重嘅負擔。點解要將時間嘥喺呢啲重複嘅工作上邊？我哋嘅 EDEM 課外活動管理系統就係為咗解決呢個問題。EDEM 覆蓋咗課外活動由創建到結算嘅完整流程。建立活動嗰陣，你可以填好活動名稱、費用、名額，甚至設定校外導師。活動時段支援循環週模式，無論係 Day A 至 Day G， 定係逢星期幾，都可以輕鬆搞掂。參加學生可以按班級或者指定個人，仲可以做埋男女生篩選，做到精準到位。系統仲會自動發送報名同活動提醒，家長同學生就唔會唔記得。另外，附屬班分拆同埋活動複製功能，令你喺創建相似活動嗰時更加快捷。日常管理方面， EDEM 提供咗6項日常輸入功能，由創建通告、處理衝突、記錄收款、計算豁免到輸入活動獎項同出席率，全部一應俱全。收款方面，支援現金同支票，匯入匯出數據都非常方便快捷。而活動獎項就可以按學年、學期同性質去搜尋，審核通過定唔通過，流程都一清二楚。查詢功能就覆蓋咗學生、活動、報名、繳費同出席5大範疇，全部都支援匯出同列印。系統提供超過20種報表、學生名單、複式標籤、特別提示標籤、點名紙、收入報表、每日活動報表、場地列表，甚至連乘搭校車名單都應有盡有。而後台嘅主檔案管理就涵蓋咗學科設定、校外導師、活動類別、規程設定同埋資助設定。系統管理亦包含咗用戶權限、角色設定、電郵通知，甚至數據備份同恢復功能，想幫老師減負，歡迎喺下面留言 inbox 我哋，或者直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，選擇 EDEM， 即刻釋放老師嘅寶貴時間，專注於教學。多謝收睇。